大家好，我是谢雷。一会儿丽香粽子的老板娘和她的合伙人要上门来感谢我，因为我9、10月份的时候不是给他们拍了几条视频吗？现在他们的粽子店生意非常的好，这个也是住在他们小区里的粉丝跟我说的，说以前经过他们那儿没什么人的，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要排队，然后正好赶上我乔迁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来感谢我，盛情难却。来啦！你好，小刘。你们好。恭喜你乔迁新居。谢谢谢谢，还给我带的粽子。是的，你店的招牌蛋黄肉粽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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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花太漂亮了。好，你们二位请坐，二位请坐，沙发上坐一下。你们现在店里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现在好得很，就是比之前好多了。每天我们店里的阿姨就是包粽子，从早包到晚都包不赢。现在粽子每天都要发300-400个，快递都是我打包的。那辛苦了，能赚钱就不辛苦。老板娘，现在你们的生意是不是翻了呀？已经翻都不止。找你拍之前一天可以卖个500-600个，找你拍完之后，我们现在一天2-3千个都不止。那真的太好，恭喜你们！我希望能看到你们分店开出来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会更加努力加油的。你看我拍的那些面店啊，像什么凤游记啊什么的，一家都变5家了。我希望你们也能明年后年做得越来越好。好的好的，我们努力。现在你们就2家吧，好像是开在那个故乡苑是吧？对，故乡苑农贸市场。我现在搬到揽月阁来，远了一点，希望你们也能把店开到狮山来。好的好的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再见再见。蛋黄肉粽我最欢喜。10只粽子，一盒吃5个蟑螂。希望每一个开店的朋友，在即将带来的2025年啊，才能够生意兴隆。嗨，个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到这，再会。